華強北金興音響位於深圳市華強北 E1 地鐵出口，做音響已經成30年啦。今日我會同大家介紹聲畫不同步如何改善。首先講下接線 HDMI 俾電視，紅白音頻俾音響。接好線後，電視要靜音，咁樣就唔會出現延遲聲畫不同步。話筒聲如何調整？首先把話筒音量加大，音樂音量減少，咁樣唱歌就輕鬆些。產品有好多，至緊要合適，歡迎來體驗。